再来看台中市北屯区一个停车场，今仔透早一台电动公车着火，计共是有9台公车拢烧起来。消防队用2点外钟拍火哦，天光佮继续的转水，帮电动车的电池来降温。消防局嘛在调查着火的原因。 大火甲车烧甲密密麻麻，消防队员游水线抢救。台中北屯一大民营停车场一半暝2点外发生火灾，有9台电动巴士着火烧。附近的居民有听到爆炸声音，停车场业者讲火势拖甲真紧，想要加灭火器来拍火已经袂赴啊。我听到嘣的声，好，连续按那连续嘣，一个较大声，后壁佫四者又过来，佫嘣一个。 因为巴士顶头有真侪锂电池，消防队员敢若会当一直转水降温，一直到4点左右才甲火拍花，无增援伤亡。交通局表示讲，着火巴士是疏风公司去年停业了后，去附近行一个这款人靠爱巴士，火灾并无影响到其他营运当中的公车路线。有一排巴士，大概是9台啊，已经都全面起火燃烧，那我们就出水线灌救。 那现场发现是电动巴士，那车上有数量比较多的锂电池和可燃物啊，所以扑灭的时间比较久。释放公司于去年10月因营运不善退出本市公车营运路线，所属车辆后续由银行及其他债权人进行扣押，上牌车辆已无行驶本市市区公车路线。一早起，消防人员继续向电动巴士锂电池转水降温，防止搁再倒起来。电机系学者表示，各台电动公车有4个到10个锂电池无组，停伫停车场较久啊，家己倒起来几率是真低。建议消防单位会当检视车顶总电源开关，也会当调查敢是有人去放火。一般是低压放电之后，你再快速通电才会有更大危险。但因为他车子又停在那边很久了，所以他基本上会几乎着火自己自燃的几率非常低。我认为有可能是有几个专业考量说有没有可能是人为纵火的因素。消防局强调，已经会动警方调监视器，无发现到科技因素，初步排除人为因素，无法度排除锂电池故障等电气因素致灾。详细的火原因，佫需要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